港呢個高度商業化城市嘅發展過程入面，航運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。因為本港除咗擁有全世界數一數二嘅天然優良海港之外，港口同船務嘅效率亦飛升國際。過去20年間，商船船員呢個行業有咗頗大嘅轉變。精密儀器嘅使用同埋貨櫃船嘅引入，令到現代商船隊嘅組合同埋運作都有所改良。事實上，對今日嘅高級海員嚟講，海上生涯係包含咗多元化技能同先進科技知識嘅應用。所以喺香港呢個專業社會裏面，佢哋係一班好出色嘅人士。至於海上嘅工作同埋生活，就同朝九晚五嘅黑板生活一啲都唔同。船隻嘅操作包括高科技儀器嘅使用、先進機械管理同埋保養、貨物裝載等等。除咗工作時間之外，所有船員都可以擁有大量嘅私人時間，發展佢哋嘅嗜好同埋興趣，同埋利用時間進修。大部分嘅輪船都設有藏書豐富嘅圖書室、設備齊全嘅休息室、康樂室同埋健身室等。當船隻抵達世界任何一個港口嘅時候，船員做好咗自己工作之後，可以利用空閒嘅時間到岸上觀光、旅遊，以增廣見聞。一般船員都會有個別嘅房間，而福利方面，船上嘅膳食同埋住宿都有專人照顧。喺完成每個合同之後，船員仲會有一段頗長嘅有薪假期。事實上，喺商船隊服務嘅船員，一般可以分為高級船員同埋普通船員。船上嘅工作大致可以分為甲板部同埋輪機部。船上嘅指揮官就係船長。佢係負責全船運作、行政、安全同埋福利。船長亦係甲板部嘅主管。喺佢之下有大副、二副同三副，佢哋係負責船隻航行、貨物裝載、安全設備嘅保養同埋應用等。至於輪機部嘅主管係輪機長，佢係負責機房同船隻所有機器嘅高效率運作。而大管輪、二管輪同三管輪係負責機房同全船機械、電子、電氣系統嘅操作同埋維修。如果想晉身高級船員呢門行業，首先就要接受專業訓練。香港理工學院同黃克競工業學院都有舉辦好多項航海課程，適合不同志向嘅人士同埋不同職位嘅需要。呢啲專業課程包括高科技學術進修、行政管理同埋學習使用先進嘅航海設備、電子儀器同埋船隻操作模擬系統，令學員能夠全面掌握船上嘅工作。另外，學員亦會接受全面性嘅安全訓練，好似救生同埋救火程序等等。
如果想成為普通船員，可以就讀海員訓練中心或者香港航海學校。此外，好多船公司仲會提供在職進修訓練課程，使船員學到更多專業技能，同埋有更大嘅發展機會。而有經驗嘅高級船員喺岸上係可以揾到好多合適嘅工作，例如船公司同貨櫃碼頭公司嘅行政同管理職位。佢哋亦可以成為領港員，或者擔任船澳、燃油公司、發電廠同酒店嘅工程工作，同埋理工學院導師等等。佢哋亦可以加入香港政府海事處，成為海事主任同驗船主任。海事主任嘅工作係要負責管理港口，包括指揮船隻航行監察中心嘅工作，確保船隻能夠盡快、安全咁進入海港，起卸貨物同埋離去。佢哋亦需要負責管理港澳同埋中港客運碼頭，協助港口長期發展計劃嘅事項。至於驗船主任，就需要負責檢驗喺香港船舶註冊處註冊以及外國註冊嘅遠洋輪船，同喺本港水域作業嘅各類船隻，確保船隻合乎安全標準。佢哋亦需要負責審批新船嘅設計，監察新船建造，同審查船上裝添嘅新儀器。航海工作係充滿挑戰性同好有前途，係好適合有上進心嘅年青人嚟加入。